陆真儿，你可眼熟着呢。你想干什么？你算计哀家，找人来抓哀家的奸，哀家自然要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陆真儿，你以为是谁派哀家来害你的？你就在这儿好好享受。 我也算是睡到皇帝的女人了，娘娘，今天就让我们兄弟俩好好伺候你。不，滚开！是啊，你怎么了？你个小人，我要杀了你！陆正，陆正，陆正！小兰，陆成儿，你陆正儿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杀了你！就你还想杀我？哎，陆正，松口！你属狗的呀！我收你个头！陆正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从来没有想过你跟陈太后合谋，做出这么恶心的事。我告诉你，什么狗屁清白二字，我根本不在乎，不过是具皮囊而已。你以为这样就能打倒我吗？你做梦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？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随便你做没做过，你还有什么招数，你都使出来吧。我倒要看看你能无耻到什么地步。我除了利用银丹逼你现身之外，其余之事我从未做过。做没做过，不过是嘴巴一碰的事情。我再也不会相信你这个小人。你爱信不信？银丹在哪？我要见银丹。陛下，不好了，银丹姑娘她不见了。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了，让你保护好她吗？怎么回事？奴才确实是派人去保护她了，可是银丹姑娘说要去侧屋，然后就不见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不见了？侧屋也找过了，附近也找过了，都没找到人。你要去哪儿？一定是陈婉仪，我要去找陈婉仪。我带你去。走。银丹在哪儿？放肆！没有通传便擅闯万春殿，你们还有没有一点规矩王法？这就是王法。我问你，银丹在哪儿？可笑！你自己的婢女以为哀家在哪？哀家怎么知道？母后，把人交出来。哀家从来未见过什么银丹。若你不交人，朕就派人去皇陵把父皇的棺材挖出来，将父皇的尸骨喂狗。萧文琪，你敢？朕什么都敢。朕给你3个数，若你还不交人，朕亲自去挖坟。1，你不敢。 3。站住！孽子！母后，朕的耐心有限，若你还如此多的废话，届时无论你交不交人，朕都给你保证，父皇的尸骨保不住。怕陆真儿跑，自然有人要得逞。你说什么？陆真儿，今天那个贱婢所经历的一切，都是因为你。陆正，
住手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带我劫走。饶命！饶命啊！我姐，她怎么样了？刚刚他也来看我，并不大碍，只不过心理上他是这里人，想必多少会留下一些心理阴影。是我没有保护好她，是我害了她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是陈太后。但她是为了我呀。他或许不会怪你，但是我会怪我自己。可她不是你真的姐姐啊。但是她不一样。你也说过，她是这里的人，她跟我们不一样。那你就把她变成我们这样的人。这个世道正是因为缺少我们这样的人，所以才会这样。此事你没有错，他也没有错。如果你因为别人的错误而进行自我谴责，岂不是正中了对方的下怀？你说的对，我不应该自我谴责。你干什么去啊？找陈婉仪。陆正儿，你又干什么？陈婉仪，你很嫉妒我吧？当年先皇面前你争不过我，如今瑞王面前你也争不过我。先皇对我情深似海，瑞王殿下也愿为我许下山盟海誓。可是呢，他们却避你如蛇蝎，视你为无物。你疯了吗？我没有疯，你才疯了！为了个男人残害无辜，自诩权势滔天，视人命如草芥。为了你那点破感情，自怨自艾。如果你这样的人可以母仪天下，那简直是北郊的不幸，苍生的不幸。你们两个傻站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他拖出去！我看谁敢！放开我！你以为毁了我的清白就能打倒我呀？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！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会好好的活着，活的肆意快活。你放开！清白这种东西，从来不在女子的罗裙之下。你来这儿就是为了给自己泼脏水，成为舆论中心啊？这样，就不会再有人关注银丹怎么样？不怕被非议？我先高洁，无惧非议。
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娘娘，你别担心，我没事。姐姐，对不起，陈太后，她是因为我，所以此事错在太后，与你无关，你不要自责。原本就是娘娘从殉葬坑内救出我，如果没有娘娘的话，殷丹早就死了。所以，为了娘娘，做什么殷丹都愿意，哪怕为了娘娘去死。呸！姐姐，我要你活着，我要你好好的活着。陆之儿，你这个贱人！哀家一定要让他死！锦汐姑姑，把陆真儿给我带过来。是。陛下，今日这些奏折都是讨伐路妃娘娘的。是陈太后做的。陛下，这些谣言已经传到民间了，路妃娘娘已经被百姓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都说什么？说北昭自从先皇走了之后，后宫定是有妖邪作祟，不然怎么出了那么多荒唐之事？大家都说路妃娘娘就是那个妖邪。让青天剑去准备，3日后祈福祭天。是。路妃见到哀家不行礼了吗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好你个祸国妖妃！谁说我是祸国妖妃？民间传言路妃祸国，北昭将灭。今日哀家就要替北昭杀了你这个祸国妖妃！陛下驾到！母后又要作什么妖？陛下今日你可护不住这个祸国妖妃。究竟是不是祸国妖妃，3日之后自有定论。什么意思？3日后，启年殿祈福祭天，上天自会给北昭指明方向。哀家可等不了3日。母后若不是想让路妃替你这个骗姬私沉的妖后顶罪吗？胡言乱语，哀家怎会是妖邪？那便请上天定夺。陛下就这么想救陆真儿？母后，3日之后，青天剑算出陆真儿是妖邪的话，文武百官在场，即便朕想要保住陆真儿，也难敌悠悠众口。太后，莫不是怕了吧？可笑，哀家会怕你？3日便3日，3日后，哀家定会拿你这个祸国妖妃祭天。我怎么感觉有人在跟着我？这宫里的氛围最近越来越奇怪了。今天的水怎么这么重？谢谢，这是谁？有邪！今日是怎么了？手上没有半点力气，没吃饭吗？太后娘娘息怒，奴婢今日身子有些不太舒服。既然身子不舒服，为何还来当差？还不快出去！是，奴婢这就走。太后，我别支支吾吾的，直接告诉哀家，锦汐姑姑到底怎么了？她在哀家身边伺候多年，若真生了病，哀家不是不能给她个恩典，让她早日回家。回太后娘娘，她医署的人说，锦汐姑姑她中了毒，是牵丝蝉的毒。什么？
妖妃不是陆贞儿吗？怎么宫内怪事都出在太后寝殿了？谁说不是呢？就太后娘娘身边那个景熙姑姑，她医术的人说她患上了难得一见的千丝疹。千丝疹，哎，所谓妖邪，莫不是另有他人？嘘，别说了，快走快走。启禀陛下，卦象显示阴阳失衡，阴盛阳衰，是妇人专政、妖邪降世之象。此次后宫千丝蝉，怕是跟上次一样，乃是天谴。还请陛下诛杀妖妃陆贞儿，还北昭一个太平盛世。还请陛下诛杀妖妃陆贞儿。乱我北昭江山的妖邪不是我，而是你，陈太后。太后娘娘，我呢，不过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没有半点实权。太后娘娘，你手握重权，垂帘听政，你我之间，谁才是妇人专政、阴阳颠倒的祸国妖妃啊？你以为就凭你三言两语就能将脏水泼到哀家身上吗？可笑！自地洞后，先帝爷爷给臣妾托梦，说太后掌权，阴盛阳衰，有违纲常，要臣妾夺回他的萧家江山呢。一派胡言！先帝岂会给你这个妖妃托梦？我自有证据。什么？诸位，先帝稍后就会现身，与诸位说个清楚。先帝不是已经去世了吗？是啊，妖孽惑众。陛下，现身吧。陛下，那是不是先帝？何时将北昭江山归还萧家？当真是先帝的声音。陛下，朕在此。陈婉仪，你何时将北昭江山归还萧家？陛下，臣妾从未肖想过萧家江山，北昭永远馨香。站住！朕已并非阳间之人，绝不能与阳间之人见面，则朕就会立刻消失。陛下此话实在奇怪，莫不是你陆贞儿找了个男人假扮先帝吧？太后娘娘，你难道连自己的枕边人都不认识了？你再好好看看，纱帘后的不是先帝，还能是谁？哀家倒是要看看，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古怪。陛下，陛下，参见陛下。陈婉仪，狼子野心，指北昭阴阳失衡，上天才降天谴，北昭容不下你。文景，朕命你拿回北昭大权。是，父皇。铲除妖邪，诸天神佛自会庇佑我北昭。是，儿臣定为北昭铲除妖邪。贞儿，医术高明，治好千丝蝉之毒，替朕护好北昭。是，陛下，臣妾定会护北昭无虞。陛下，臣妾从未有过争权之心，臣妾所做一切都是为了北昭，为了您啊！陛下，臣妾日日夜夜盼着您能入臣妾梦，为何陛下一次都不来，只要去那减肥的梦里？走了，快点！你好好反思吧。陛下，请母后归还北昭大权。请太后娘娘归还大权。陛下，陛下！
干什么？你玩强摘啊？起开！我不跟你玩。我告诉你，咱们俩只适合互相捅刀。我救了你一命，你就这个态度？那有什么态度啊？你要干嘛？谋杀！萧文景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宫里那些千丝蝉的病人只有我能治。你要是现在把我杀了，你就等着大家一起完蛋吧。千丝蝉怎么来的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少给我装听不懂。你少管我，反正这个病我能治好就行了。老皇帝是瑞王假扮的，你去赵狱找了瑞王是吗？陆正儿，我告诉你，瑞王绝非善类，别轻易相信他，相信被人吃的连骨头都不剩。我不相信他，相信谁？你吗？萧文景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没有相信过你，但你怎么对我的？你千方百计算计我，变着法子想我死。要是没有瑞王殿下，我早就成一堆白骨了。谁都可以跟我说这种话，就你不可以。你压根就不配跟我说这种话。什么东西啊？干什么？瞪什么瞪？这几巴掌就是你该受的，谁让你辜负我的信任？你起来！什么？赶紧起来！怎么，还给你做爽了？你闭嘴吧！我走了，你自己待着吧。萧文姐，有一句话，我早就想跟你说了。我这个人吧，虽然有点小心眼，但若不是你先下手为强，想要我的命，我绝对不可能想杀你，因为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，也是唯一的一个好朋友。我这个人对朋友向来都是很好。萧文景，你到底是在干什么？你这是对一个杀你弑师仇人的态度。扫平一切阻碍，这就是枪。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？到底该怎么做？将艾草都拿进来，万春殿的每一处都要熏的，这样可以缓解毒素。是。娘娘，太后也中了千丝蝉，太医们都过去了。他死了最好，省得我自己动手。为了防止千丝蝉扩散，陛下让我拿了这副药方，给国宫的人合体服药。眼下虽然只有万春殿内有毒，但保不齐这毒哪天就传出去了。陛下，你不是不要再和我做好朋友了吗？路过，我看看你，你解毒去吧。要是治不好，都不用我动手，你都把自己作死了。胡说八道！我长命百岁呢，肯定活得比你长。好，真讨厌！我走了。慢着，干什么？小心点，别死了啊！
陈太后祸乱后宫，致使北昭祸事不断，即日起禁足于冷宫。太后，这是太医署送过来的汤药，说是用路妃娘娘防止牵丝蝉的药方熬制的，喝了这个便不会染上牵丝蝉了。什么叫喝了之后不会得牵丝蝉啊？我看是陆真儿那个贱人是要下毒害哀家，以后他拿的东西一律扔出去。是，老奴知道了。陛下啊，陛下，为什么你能信陆真儿而不相信我？陛下，我才是那个真心爱你的人呢。太后，你怎么了？来人呐！快去救太医！快来人呐！陛下，陛下，你怎么了？来人，快去请太医！陛下。怎么好端端的突然就晕倒了呢？萧文景从未去过万春殿，还喝过我给的药，这按理来说不可能。奴才也不知道，陛下刚刚沐浴完出来便晕倒了。太医说就是牵丝蝉，奴才这边派人去将娘娘请过来了。娘娘怎么样啊？是天花啊！快，立即闭门紫宸殿。萧文景得的是天花，这几日接触过殿下的太监和宫女，全部都关起来。是。这个时代太贫瘠了，天花是能要人命的。近日宫中流言四起，牵丝蝉人心惶惶，陛下太后纷纷倒下，陆真儿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。我不是让你躺着吗？你躺地上干什么？你赶紧起来！你知不知道你要死了？路妃，接旨吧。什么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你古文还不错啊。朕死后，特诏赐同学之荣允训昭陵之策，以全始终之意，永续抗力之源赐同学。训昭陵？你干什么？你要我给你殉葬？我都死了，你还活着干什么？萧文景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你要是不想给我殉葬，那就想办法治好我，这样我们都不必死，岂不皆大欢喜？你信不信我再杀你一次？怎么不扎进去？舍不得。狗东西！你怕我治不好你，所以你死了也要我给你陪葬。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怕死，不能要脸。不过有你为我殉葬，死了也行。行，不就是要我救你吗？我肯定救你，你等着吧。那我便将身家性命托付到路妃娘娘身上了。路妃娘娘尽力而为，不尽力也行。我们黄泉路上继续相伴。我救不死你！生气了？没有。那你煎药去吧，我想快点好。别往我药里吐口水。你以为我是你这么恶心？我知道你是人美心善的路妃娘娘。撒手！你以为你病了就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
你确定你这药配方是对的？当然了，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同命相连的状态，全世界的人都盼着你死，我也得盼着你活着。这个药方当然不会作假。第一碗你先喝。为什么？我怕你给我下毒啊！拿着。爱喝不喝，死了拉倒。好。哎呀，那便死吧。你不喝了？你不试毒，我不喝。嗯。萧文静这狗东西真的太难搞了。要不你还是喝呢？你这不喝药的话，病不会好呢。难道你真想死啊？我活不活无所谓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活不活无所谓，我就得必须死。陆正，你干什么？雪后春来晚，历经了悲欢，街头辗转，故事未完，转身与你。陆正，你干什么？好苦好苦，不愧是300黄连。我干什么？我给你喂药啊！你活不活无所谓，但我必须活下去。你不怕生病吗？我提前喝过药了，没事的。而且你死了，我就必死无疑。你以后要是再不乖乖喝药，我就继续这么给你保管喂好你。果真是药费，不知廉耻。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！要不是你不敢吃药，我至于这样吗？你若不在药中动手脚，我不会不喝。近几日太医署的人来看过了，但太后就是一直不见好转。滚出去！哀家不要你管。去！哎，娘娘，娘娘，先帝让你治好牵丝蝉，你不能放着我们太后娘娘不管啊，否则你如何给先帝交代啊？便是北昭百姓，也会斥责娘娘见死不救的。你滚！哀家不要你治。太后，保命要紧啊！陛下怪我还不如早早死了去陪陛下。他没有中牵丝蝉。啊？那是什么？脉象很奇怪。你根本就不会医术，你能看出什么来？他最近饮食怎么样？头晕吗？呕吐吗？太后近来饮食不佳，不太吃得下东西，偶有头晕咳嗽，但不多，有痰。陆振儿，你大胆！气滞血瘀，痰多毒去。这种情况，我只能写个药方缓一缓。我建议你们去大医院看一看吧。什么？说漏嘴了。我医术不精，治不好他，你们找别人吧。虽然我宣誓过平等仁爱，仁者至上，但陈太后这病，显然是要借助现代医学仪器才能知道怎么回事。我也没有办法。娘娘，娘娘，王嬷嬷，不许救他，回来。哀家即便是死，也绝不会放过他陆振儿。太后是想……滚！
你在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要下毒？我没有，快放开我！是你，就是你！快来人呐！有人让我井水里下毒！不是我，是路飞娘娘让我做的，跟我无关！快跟我去见太后娘娘！走，路飞娘娘救我！太后娘娘找我什么事啊？这么大阵仗！陆真儿，你下毒谋害哀家，该当何罪啊？你说什么？这不是你派来的人吗？不认识。哼，你不认识他，他可认识你。他不仅认识你，还指认了你。这又是什么老套的栽赃陷害手段？太后娘娘，您病好了，又有精力找我事儿了？放肆！谁允许你这样跟哀家说话？我从未指使过什么人下毒。太后娘娘，你编瞎话，讲点基本法吧。我一边给人治病，一边给人下毒，我图什么呀？我是图自己活不够多，还是不够累啊？你图的当然是一个救苦救难的虚名。只要这后宫的牵丝蝉一日不消，就没有人会说你是妖邪，甚至把你当成活菩萨一般供起来。你当然不希望牵丝蝉消散，只是陆真儿，你为了自己置整个后宫的生死于不顾，你当真是好狠的心肠。路妃娘娘，奴婢们尽心尽力的伺候你，你怎么能如此对待我们呢？难道我们这些奴婢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对呀，路妃娘娘，您的心肠为何这样狠毒？亏我从前还以为您是真心救我们于水火的活菩萨。我没做过，我也从不会做这种事。谁指使你这么说的啊？是不是陈太后？你说。大胆陆真儿，居然敢在哀家的眼皮子底下杀人灭口！太后娘娘想杀我，直接动手就好了呀，搞那么多弯弯绕绕的有意思吗？认命吧，陆真儿。诸位，宫里的牵丝蝉的确不是天谴，而是人为。是谁？真正的下毒之人就是你陈太后。死到临头还想把脏水泼到哀家头上？不急，我有证据。锦溪姑姑，锦溪姑姑，今日大家都在这里，你好好跟大家说一说，万春殿的牵丝蝉究竟是从何而来？是太后娘娘故意在万春殿井水中下毒，制造异象，想要坐实路妃娘娘祸国妖邪的罪名。胡说八道！你这个卑鄙的贱人！究竟是胡说八道还是事实？太后娘娘，你一清二楚。如果不是太后娘娘指使人下毒，那为什么牵丝蝉是从万春殿开始的？难道只是巧合？这本就是巧合。对，太后娘娘您说是巧合，谁敢说不是啊？真是好厉害的一张嘴，死的都能给你说成活的。只是再厉害的嘴，哀家今日也要你死。不只是你，今天的所有人都得死！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饶命！奴婢绝对不会出去乱说，求太后娘娘饶命！求太后娘娘饶命！饶命！死人的嘴才最严实。你们要怪就怪陆真儿，如果不是她，你们今天都用不着死。太后娘娘不装了，为了掩盖罪名，就要杀人灭口了。哀家最大的罪就是没能早点杀了你。来人，把陆真儿给我拿下！放肆！哀家是让你们拿下陆真儿，不是让你们拿下哀家。母后下毒谋害后宫，其心可诛啊！你们是故意的。牵丝蝉影响严重，臣妾与陛下都不信此毒是巧合，自然要找到下毒的真正凶手啊！贱人！
你和陆真儿一起算计哀家。朕只想还后宫一片安宁。哀家从未下毒，即便哀家下了毒，你又能拿哀家怎样？母后圣体不适，看来要去长乐寺修养神息。放肆！你敢诅咒哀家？哀家绝不会去什么长乐寺，你们休想赶哀家走！太后，你怎么了？哀家不要你！传太医。哀家这个月还未来月事，近来又是食不下咽、恶心反胃，难道哀家怀孕了？绝有可能。怎么就没有可能？我前2天才给你把了脉。你嫉妒哀家，且医术不精。那你说，你怀了谁的孩子？睡王，一次就中。哀家怀的自然是先帝的龙子。先帝不是死了吗？前几天祈年殿上，先帝不是回来过？所以呢？当晚哀家便梦见了陛下，在梦中与陛下翻云覆雨，孕育子嗣。你不是也梦见过他？太医到，参见陛下，太后娘娘。王太医，快给哀家把把脉，哀家定是有喜了。近几日哀家食不下咽，沾点荤腥就感觉恶心想吐。哀家从前也是有过孩子的，只不过……但是这次哀家的症状和之前害喜时一模一样，哀家定是怀上了先帝的龙子。哀家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。太后娘娘这脉象……王太医，你一定要好好把脉。如果哀家的龙子有半点闪失，定要你全家陪葬。太后娘娘确实是有孕了，恭喜太后娘娘。什么？陛下，我终于有了我们的龙子。回神，假的，她一定没怀孕。我前2天才帮她把过脉。他已经搬回万春殿，还广而告之，她怀了先帝的一父子，甚至还下懿旨大赦天下，要为她腹中龙子祈福。她是不是疯了？她早疯了。来吧，我有个计划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打入后宫内部，掌握第一手机密，离间陈太后和那瑞王，让他为我们所用。人家俩是什么关系？你确定他能被策反？当然可以了。他虽然脾气不好，但他喜欢我呀，那我就牺牲一点点色相。陛下，为了咱俩的计划，我就牺牲牺牲。你不行。太后诏曰：大赦天下，以谢天恩。瑞王萧义成特旨赦免，即是归府。启禀太后，瑞王到。是。太后找本王前来何事啊？好不容易混进来了。宜城，你知道吗？你做爹了。什么？难道真怀孕了？我做爹了？荒唐！你怀哪门子孩子？是萌萌，是你啊，宜城。哀家怀了你的孩子。当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你如何能怀？当夜什么都发生了。宜城，先帝先逝后，哀家就只有过你一个男人。宜城，
哀家会除掉萧文杰，让你我的孩子继承大统。果然是后宫乱。好希望这个孩子长得像疯子！疯子！陛下，臣妾一定要生出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孩子。这惊天大瓜，可得好好消化一下。这两人才是真正的狂徒，是流言蜚语无误。真儿，见过瑞王殿下。我出来了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挺好的，谢谢瑞王殿下关心。千皇贵妃，本王与真儿有要事相谈，可否？本宫明白了，路妃妹妹慢慢跟瑞王殿下聊，不必急着去跟太后娘娘请安。本宫会替路妃妹妹在太后娘娘面前打掩护的，放心。哎，真儿，真儿，本王是被陈太后那个疯子带去万春殿的。陈太后肚子里的孩子，也绝非本王子嗣。这个事情，我也不是很关心。真儿，瑞王殿下，我还是陛下的路妃娘娘呢，而且这里还是万春殿，我们俩这样不太合适吧？我们还是保持距离的好啊。也是，真儿先去吧。好，王爷慢走。真儿，你为何如此善变？臣妾参见陛下。你来干什么？陛下，臣妾今日来是发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过来告诉陛下。说。就站在那里说。陛下，臣妾方才看见了瑞王殿下。太后大赦天下，倒是把他放出来了。瑞王殿下不是一个人。再卖关子就滚出去。陆真儿跟瑞王殿下在宫中偷偷私会。你说什么？臣妾亲眼所见，两人手都拉上了。朕知道了。陛下，陆真儿秽乱后宫，您一定要罚他。此等不守妇道的妖妃，就应该被五马分尸、凌迟处死。出去。什么？出去！事情好像越来越不受控制了，我必须先下手为强。放这么多黄连，打算给谁喝？给我喝？你做心啊，就得要这么多黄连。以后我的药，你都要先喝一口我的药。你做个人行吗？你我之间究竟是谁不做人啊？上一次，萧逸成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，这次你倒不乐意。萧逸成什么事啊？上一次你让萧逸成假扮老皇帝，那不是因为他长得像，而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给他下了药。再说了，你拿他这事儿找我算什么账？那福安呢？你宁可让福安去演老皇帝的生意，你也不找我啊？你在吃醋啊？人家福安学得像，你学得像吗？你今天怎么了？这病不是快好了吗？难道发个烧烧坏了脑子啊？你别碰我。我很忙的，你没什么事先走吧。陆正儿，我不是让你别去接近萧逸成吗？为什么呀？你今天都干什么了？抓药熬药啊。除了这个，其他的呢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萧逸成出来了。嗯，我看到了，那怎么了？此事你不是应该提前告诉我吗？说什么呀？哦，你是因为瑞王出来了，我跟他见面没有告诉你，才跟我说这么一通话的？这当然不是。
萧文景，你管天管地，还管我跟谁见面说话？你是不是对我太有占有欲了？占有欲？我对你哪来的占有欲啊？我恨不得你现在就去死！我对你从来没有什么占有欲，更何况，你觉得瑞王他当真喜欢你？瑞王在意你，只不过是因为你是朕的后妃。你少贬低我，抬高你啊！无论他是有求于我，还是爱慕于我，那都源自我自身的魅力，跟你没有半点关系。与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。如果你现在不是路妃，你只是后宫一个小宫女，你觉得瑞王他会多看你一眼吗？那又怎么样？就算没有瑞王，还会有其他人，还会有周王、大王、熊王、李王、张王。高腾至极！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再是路妃，我都要看看瑞王他还会不会多看你一眼。我就不该对你有任何期待。浮云乱又隔断，阴却望眼。山水间在辗转，萧文简，白你到底在干什么呀？风起雨尽平落。宫斗剧必备剧情，是个女的都得进浣衣局。这些衣服洗不完，今天不准吃饭。这也太 NPC 了，还傻站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洗！是。福安，路妃到浣衣局了吗？回陛下，已经到了。陛下要不过去看看？他有什么好看的？他不是说自己很有本事吗？让他自己在浣衣局待着吧。奴才听说浣衣局的掌事嬷嬷惯会搓磨人，陛下可以去看看路妃娘娘是如何被搓磨的。好，那边去吧。摆驾浣衣局。哈哈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果然古今中外，但凡是牛马，都逃不过腰酸背痛、肩颈僵硬的命。我也是在古代又打上工了。开始吧。来，不过重操旧业确实比洗衣服顺手。放轻松啊。陆正儿，你在干什么？参见陛下。滚出去！你又来干什么呀？来看看你死了没有。托你的福，我非但没死，还过得很好。你也就只会耍些小聪明。是，我是没有你这样的大智慧，但是也没有人说小聪明比不过大智慧啊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小龙啊，朕最近批奏折也很累，你给朕按按。小鹿是你叫的吗？朕是天子，叫你小鹿当然合理。倒是你这是宫女对待天子的态度吗？信不信朕让人砍了你的脑袋？前面还在这儿说待得很痛苦，想回家，我看你当皇帝当得挺爽的。好嘞，陛下，您请躺。奴婢啊，肯定给你按个舒服，我肯定给你按个爽。哦，疼！陛下，舒服吗？小鹿按的还好吗？按这么久，手酸了吧？啊，我也帮你按按。小文强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！帮你按按，来吧。你撒手！哎，小文，停手！
求我啊！不，哼，这么有骨气啊！求你，求你！哎，陆正儿，你看看你有女主的样子吗？女主什么样子啊？你有标准吗？识时务者就不能当女主吗？你不愧是。不愧是我创造出来的女主，氛围还怪好的嘞，看不弄死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本王来看真儿。你说什么？本王听闻真儿被贬入浣衣局，担心她过得不好。再说了，真儿已不是你的嫔妃，已经与你无关。他现在不是，但他曾经是。朕就算现在废了他的妃位，他也是朕的人。瑞王身边若是缺人，朕选几个送到你府上。朕选的女人，保管你满意。萧文景说的是什么屁话？油腻的要死！真儿是先帝的女人，先帝已死，朕合理继承先帝的一切，包括他的女人。放肆！把你手放开！你放肆！哎呀，你们不要再吵了！我不是谁的女人，我就是我自己。你们两个要吵，出去吵，出去，出去！真儿，本王给你带的东西，已经让人搜去你房间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本王会再来看你的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也出去。